常年期第26主日，讀經一，恭讀亞毛斯先知書。全能的上主這樣說：那些安身於熙雍，自恃於撒瑪黎雅山，自命為諸民之首的人，是有禍的。他們躺在象牙床上，橫臥在軟榻上，吃着羊群中的羊羔及牛欄中的牛犢，伴着琴聲吟詠，自比達味，發明樂器，大碗喝酒，以上等的油抹身，但對約瑟的崩潰卻漠不關心。為此，這些人現在就要先被擄去，放蕩不羈者的狂歡也就完了。上主的話。答唱詠，答句，我的靈魂，你要讚美上主。上主為被欺壓的人辯護，上主賜食物給飢餓的人，上主使被囚的人獲得自由。我的靈魂，你要讚美上主。上主開啟瞎子的眼睛，上主使傴僂的人挺身，上主喜愛正義的人，上主保護旅客。我的靈魂，你要讚美上主。上主扶助孤兒寡婦，上主迷惑惡人的道路。願上主永遠為王。熙雍，你的天主萬壽無疆。我的靈魂，你要讚美上主。讀經二，恭讀聖保祿宗徒致弟茂德前書。天主的人啊，你要追求正義、虔敬、信德、愛德、堅忍和良善，要努力打這場有關信仰的好仗，要爭取永生。你正是為此而蒙召，並為此在許多證人面前宣示了你那美好的誓言。我在使萬有生活的天主前，及在曾對班雀比拉多宣示過美好誓言的基督耶穌前，命令你務要保守這訓令，不受玷污，無可指責，直到天主在預定的時期，使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顯現出來。天主是那真福，唯一全能者，萬王之王，萬主之主，獨享不死不滅者，住於不可接近的光明中，沒有人看見過，也不能看見的。願尊威和永遠的權能歸於他。阿門。上主的話。福音，恭讀聖路加福音。那時候，耶穌對法利賽人說：有一個富翁，身穿紫紅袍及細麻衣，天天奢華宴樂；另有一個乞丐，名叫拉匝祿，滿身瘡痍，躺臥在富翁的大門前。拉匝祿指望得到從富翁桌上掉下的碎石充飢，但只有狗來舔他的瘡痍。那乞丐死了，天使把他送到亞巴郎的懷抱裏。那個富翁也死了，被人埋葬了。那富翁在陰間痛苦地舉目一望，遠遠看見亞巴郎及在他懷中的拉匝祿，便喊叫說：父親亞巴郎，可憐我吧！請打發拉匝祿用他的指尖蘸點水，來涼潤我的舌頭，因為我在這火焰中非常痛苦。亞巴郎說：孩子，你應記得，你活着的時候已享盡了你的福，而拉匝祿同樣也受盡了苦。現在他在這裏受安慰，而你應受苦了。除此之外，在我們與你們之間隔着一個巨大的深淵，就算有人願意從這邊去到你們那邊，也不可能；從那邊來到我們這邊，也不可能。那富翁說：父親，那麼就請你打發拉匝祿到我家去，因為我有5個兄弟，叫拉匝祿警告他們，免得他們也來到這痛苦的地方。亞巴郎說：他們自有梅瑟及先知，讓他們聽從好了。那富翁說：不，父親亞巴郎，倘若有人從死者中到他們那裏，他們必會悔改。亞巴郎給他說：如果他們不聽從梅瑟及先知，縱使有人從死者中復活，他們也不會信服。上主的話。